看美国有25间军火商来台湾访问，办公甲台湾合作无人机甲弹药。早起访问团嘛出席台美国防产业合作论坛。美台商会会长韩立撇是指出讲，双方的伙伴关系甲信任是真重要的关键。已经退休的美国前太平洋陆战队的指挥官鲁德是强调讲，世界上无比亚太地区愈较重要的区域，美国无希望发生冲突，会来帮助台湾提升国防的实力。美国25间军火商来台湾，要找合作的机会，强化台湾无人机产业的量能。第三出席台美国防产业合作论坛，美台商会会长韩立撇讲，这个论坛建立伫东亚关系甲信任两大关键，会持续扩大台美军事合作。美国前太平洋陆战队指挥官，也就是退役中将鲁德强调讲，世界上无比亚太区域更较重要的所在，透过协助台湾国防自主，打造供应链。在国际领域帮助台湾。That are most dear because of the island nature of Taiwan is a supply chain, sustainment, supply and sustainment resilience. Is here to talk about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industry on the basis of trust that wasn't accumulated yesterday or over the past week, but that has been built over decades of working together. 台海情势严重，陆德讲，美国无希望地区发生冲突，透过帮助台湾提升国防实力，阻挡中国入侵。国内业者表示，台海地缘政治有紧迫性，中国军方扩大铺设地带冲突，台湾需要更加侪产业合作，因应无被绑作战。台湾的工业实力，那么受到我们的美国盟友的重视，而我们的在国防上面的工业合作，将会对于巩固第一岛链，对于巩固台美之间的集体防卫体系是一大的要紧。外贸协会指出，国防工业是台美合作的关键领域，台湾会当加做全球国防可靠的谈判。不过，军火商即届访问台湾，却有部分的人士误解做是要做军火的买卖，引起争议。论坛外口有统派团体抗议，指控美国战争犯啊祸害台湾。学者表示，台美爱达成军事合作，国内产业爱赶紧提升实力。记者综合报道。台湾